知真係有上帝？你見過咩？我唔相信有上帝，更加唔相信上帝創造世界。我淨係相信進化，我淨係相信我自己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潘植恆牧師。有時作為牧師，都會成日俾人問及一啲好難答嘅問題。其中有一個好難答嘅問題呢，就係有人問我：你點證明上帝嘅存在呢？如果你有證據證明到上帝嘅存在，不如你攞一啲嘅證明出嚟啦。大家可以諗下，如果有人問你去攞一啲嘅證據證明上帝存在，你會點樣答佢呢？好難答呢個問題。可能有啲人呢就會答佢啦。你睇下呢個世界嘅山河，睇下呢個世界嘅星星、宇宙萬物咁靚咁美麗，一定係有個上帝創造㗎啦。咁但係呢，喺今日可能喺科學上面好多嘅證據都俾我哋知道，其實唔一定係有一個嘅上帝，可能呢係進化論或者其他嘅宇宙理論都能夠證明到呢個世界、呢個宇宙係點樣發生嘅。又有可能有啲人話呢個世界要運作得完美，就一定要有一個嘅全能嘅上帝去支援呢個世界去運作。咁但係呢，可能當我哋見到世上好多嘅新聞，一啲天災人禍病痛嘅時候，我哋反而就會更加質疑上帝。如果上帝係咁完美嘅，係全能嘅，係美善嘅，係全知嘅，佢點解會容許呢啲事情係發生？更加挑戰我哋去質疑上帝。反而對我嚟講，基督教嘅上帝之所以咁真實，並唔係因為佢有一啲突如其來、一啲特別嘅能力。對於我嚟講，上帝嘅真實就在乎於佢係為我哋真實嘅，係釘喺十字架上面流出寶血。喺聖經裏面有好多嘅神蹟，呢啲神蹟咧都係一啲好特別嘅嘢嚟嘅。水變酒，行喺海上面，餵飽5000人，死者得以復活。但係上帝所做證明佢存在最大嘅神蹟，反而係一個冇神蹟嘅一個嘅神蹟。呢一個神蹟就係當耶穌基督釘喺十字架嘅上面，好多人都喺度話：如果你係上帝嘅兒子，你而家就落嚟證明俾我哋睇。但如果耶穌真係喺十字架上面落咗嚟，我哋今日就唔會有基督教。基督教嘅真實係在乎於有一位嘅上帝，佢道成肉身成為人，為到我哋釘喺十字架上面流出寶血，洗淨我哋嘅罪。呢一個證明上帝存在嘅神蹟，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上帝願意為我哋死亡。而呢一個我相信就係上帝存在嘅證明。基督教嘅上帝耶穌基督就係呢一位願意為我哋死亡，願意為我哋流出寶血嘅上帝。希望呢一個嘅答案都能夠係俾到大家一啲嘅啟發同埋啟示。多謝大家。